第五个消息来关心，台北市65岁以上的老人是占人口的20%。本地伫北投的秀山国小预定地嘛，因为即马少囝化无囡仔，所以已经无设国校的必要的需求。卫生局即马是打算甲即块地摕来起长照园区。兼伫这个山坡地北北所在有小小农场，由北投区秀山里办公室协助管理。这原本是秀山国小预定地。不过受小资化冲击，加上老人人口增加，学校用地已经变更做卫生加社会福利设施用地。台北市卫生局打算推动北投长期照护园区来开发，不少年长的里民拢毋忙，希望早一档工。我老家食老，我马上还上下课，早上去，晚上回来。这可以是期待的。对，因为很期待，早一点最好了。老人的这个游乐设施啊、聚会场所啦，以及这个游泳池啊、健身的地方啊，他们都会涵盖在这里面，而且有很多的停车场。这些都是地方的需求啊。不过，你著听讲有定地附近有历史建筑，但港梦园、水磨溪遗址等所在可能影响开发，伊强调，这个文化遗址离基地有一大距离，希望唔通安尼延期开发。下昼案件伫台北市环保局进行环评审查，针对开发基地位置山坡地有环评违反，关心极端气候可能带来冲击。未来气候变迁之下暴雨发生的可能情境。尽量在规划、设计、施工、营运各个阶段，都应该要纳入因应极端暴雨发生情境的这种韧性设计的这个对策及工法。台北市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全市20.9%。北市卫生局以在地农化关照来推动，基地占地2.64公顷，会建设2栋。地上4站、地下1站的建筑，提供私人照顾，有400床长照床位，也有医疗哮喘、研发主体等服务。记者综合报道。